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每一年的11月甲过当年的4月，是高雄美浓细粒卡马豆大出的时阵。也毋过今年讲这去挖到病菌，卡马豆拢消长了。这个果树毋但袂大长，而且阁来落果、离果、裂果，产量是大减一半。农民是安尼忧头革面。早起一透早，高雄市长陈其迈伫路口拜票了后，马上甲农委会人员到美浓去看灾情。果农是拜托政府斗相共。高雄市长陈其迈下早徛踮伫路口拜票，票拜煞随赶到美浓。陈其迈和农委会副主委、各立委区议员做看灾。今年11月是高雄美浓柑仔蜜的产季，不过真正甲看，本来应该发个真水柑仔蜜，煞数量少，果子嘛真细粒。然后黄化碱叶症也有，所以整个都是没有开花，开的话都是空包弹。那前一阵子又是下雨。几乎都是裂果，几乎都没有收成。原来柑仔蜜是得到小长，叶啊大，黄啊大黄，果子嘛较会落果。美浓柑仔蜜今年平均产量超500万公斤，一年产值超6亿。不过农会讲，今年是5年以来产量上少的，预估全部产量减超过一半。果子农希望政府会当斗相共。所以在包括我们的肥料，那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农业局会给予专案的这个补助。健康报告回去以后，我们就会立即处理。好，谢谢。郭志文下早市场拜票，嘛阁一摆讲到高雄治安。感谢我们基层的警察，但是枪击案在这么一段时间当中还是发生。我想对于市民来说，大家对于我们治安还是充满了非常大的一个疑虑。投票日特别到，那就定赢民进优选票，就是希望当争取到选民的认同。